行好。乖哥，哎，啊，当迄个好花姑娘的上文到底是要紧啊？免烦恼啦，我用特济款仙丹我食落去，但是假使当我袂精神呢？哦，安尼哦。哎。哎，你即马来欢喜啊？我是要欢喜啥我，人是你共拍的呢，到即摆还袂精神，这是你的代志，干我何事？哎，我好啊好啊好啊，莫搁再冤啊啦！迄别人为着恁着伤，也恁两个还搁伫遮咧打。我甲你讲，地沟边啊，我甲你点油做记号，万一迄个好花姑娘闹三长两短，我永远吼甲你对调调的啦！哼！乖哥，这受气吼，摆一个搁较有。阿伟啊，老大，啊你拄则去看迄个荷花姑娘，伊到底伤了有严重无？伤了是无啥严重啦，拄阿伯哦用一声这功力啊来退掉伤啦。我看无啥代志，即马吼，迄个仙姑即马伫甲照顾啦。当兵啦，当兵啦。啊，但即马荷花姑娘为着你着伤，但你即马心肝内已经知影吼，到底什么人好人，什么歹人，你知影吼？我早就甲炳哥讲过啊，好花姑娘毋是妖怪，伊就无爱相信我的话啊。即摆伊是毋是妖怪，这拢毋是问题啦。当初李托管若莫将这个好花井甲伊救走，当场到现场遐解说互大家清楚，都袂演变到今仔日这个地步啊啦。哎，事实哦，恁两个哦个性哦，也甲鬼都无共款啦。呀呢，人已经为你着伤啊，啊你安尼卡袂着声声句句讲甲你无关系，呀阿伯会讲伊也甲伊无关系，啊无到底是甲啥有关系啊？是大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你若讲要叫我去甲李托怪会死的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我要招来你看好花井。炳哥，计唔捌拢安尼啦。代志若讲的吼，啊，就活一落就走啦。啊，当像因即马因炳哥甲乖仔哥安尼两个人，即两个温婉安尼拢超袂好势，大啊，你看这是要安怎处理就好啦。上主啊，但你是咧烦恼啥啦？但咱八仙内底上大仙的老大伫咧遮，当然老大伊会处理啊，免烦恼啦。你为着要救李东斌，才互迄李土怪甲你拍重伤，因送你来遮疗伤的。好花姑娘啊，想袂到吼，你遮尔有正义感啊，安尼出手来解救这个东斌啦，真正这勇气可嘉，鼓励一只佩服佩服咯。先王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！这件代志嘛是因为我毋才会引起的，这是我罪有应得啦。戆倒地！你今仔日会安尼做，是表示讲你心肝善良，阮大家拢袂甲你见过。仙姑，你叫我倒地哦？那安尼，你是毋是原谅我？你愿意收我做倒地啊？啊，无你无爱心。无喏，我当你毛地。你是啥？哎，师傅在上，请受地主一拜。好，起来。等你身体若较好吼，要拜才来拜。多谢师傅。东斌啊，你要来看好花仔的这伤痕了。照这情形，甲看起来，可能是无啥要紧，袂死啦哦。炳哥，啊，你若安尼讲啦，敢讲你希望伊死哦？伊今仔会安尼，是因为你才着伤的呢？我看这个休困一下就好啊啦。来，咱出去，互伊好好静养。行出去啦！啊，人都互伊静养一下，你搁徛遮创啥？紧行啦，出去啦！先王小等，你要创啥？好花仙子，真感谢你。
多谢你救我卢东斌一命，多谢。啊，无喏，小王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啦。你是我的救命恩情人，我一定要甲你感谢。我甲你讲，看你爱食甚物好食的物件，你做你甲我讲，我会偷偷啊款来这个所在，互你食吼。真是了，多谢小王。你唔免甲我谢谢啦，我爱甲你谢谢才对啦。好啦多谢多谢多谢，啊无你休困吼，我来去。送小好王。好好啊休困就好啊。这个当兵哦，喜爱民主啦。哎，喂，你伫遮啉酒啊？唉，真正恶作的，无代无志还好伙安尼。啊对了，啊伊即摆人有较好无？好真济啊啦，你免替烦恼啦。那安尼我就较安心啦，安心嘛是爱啉。林哥，啊你伫遐啉酒哦？来啦，过来遮倒啉较有伴啦，哈。我家己一个倒一个所在啉较无茫，啊过迄边遐有一个无情无义的人，我啉袂下。你讲话去甲落偏哦，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讲话真险哦，意思讲我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哦，啊？这是你家己承认讲你是无情无义的人，你甲想看觅，家己的兄弟哦，你竟然出手安尼拍遐大个，要若毋是迄个好花精走出来替我挡迄种，我早就叫你拍死。你讲的什么话啊？这是拢嘛你住喺西龙哦，互咱大家嘛才住安尼，有住冤家，拢嘛你啦。是你咧使弄啊，我咧使弄，是你，拢总是你咧使弄，咱八仙才袂和。就是袂好，就是因为就是你，好啊，好啊，无你两个是安怎啦？是前世人有小欠债哦，有结冤仇呢。啊，拄到面就答，拄到面就冤家。啊，代志发生就发生了啊，就准拄好，对无？大家小啉来退一步，啊，你代志就好啊嘛。敢若咧冤。因两个又搁咧冤家啊！唉，大，伊两个若无冤吼，我就感觉奇怪啦。无要紧，我来处理就好。奇怪，当兵啊！恁两个敢真是无法度通个和好？我袂记。我唔肯。哦，一个袂言，也一个唔肯，安尼好，详细看。这什么物件？师傅，我明白啦。我甲你讲，铁拐当兵，车灵啊！知。恁安尼吼为非三做，陷害到无辜的豪华姑娘受伤。啊，恁两个也搁安尼伫咧伫冤家。我甲你讲，自即马开始，罚恁两个做苦工，该有法律，等到你和好为止。也若是无正，赶出师门，该杀了恁八仙的命运，有听你无？地主遵命。两位先生，哎，辛苦辛苦，来休困一下，食点心的啦。你也看，哈哈，好花姑娘，你也看，安尼遐尼体贴，遐尼温柔，你也看，会晓安尼煮点心来互咱食。我你搁共怪我，怪我那什么妖怪？豪华先主啊，过去我怪你讲是妖怪吼，啊，才害你讲受伤哦。你即摆人都受伤伫个，你若着搁亲身过来，这点心用快递的寄来就好啊。请先长你放心啦，我已经好甲差不多啊啦。啊是讲恁会当要遮做苦工，嘛是因为我害恁的啊，所以我一定爱来看恁啦。我若无来看恁我心肝会足艰苦的啦。你也看，安尼你心肝会艰苦，哈，拢是为着你啊，人才会受伤啦。
为着我，拢是为着你啦，伊才会受伤的啦。哎，啊你一支伊搁加一支当一支底，拢是为着你，伊才会受伤的啦。这拢当你惹起来啦。拢你你莫冤家啊啦！人我有听小王一咧讲呢，只要恁两个若肯和好吼，啊，恁就会当免踮咧遮做苦工啊，恁敢拢袂讲好？伊讲安尼嘛是有道理啊。咱先年捌讲过啊，讲咱两个若是和好，咱就毋免搁拄遮做苦工搬石头。对。啊，若是无要和好，就爱永远拄遮做苦工搬石头，看要搬偌久，搬到各两个讲和才要煞。哦，讲真经的，啊，这讲好好嘛是真简单的代志。是啊，啊，毋规矩咱两个安尼若参相上诶，大家来讲和。好，安尼好，只要这嘛真简单的代志。这若你做嘛是安尼两句话就解决。你只要甲我回家失礼，我就原谅你啊。迄个地哥边啊，啊，我你等你开喙呢。我甘愿搬石头都袂愿甲你回失礼。啊？啊好。先长，小等下啦，小等下啦。啊无安尼啦，来，阮讲，麻烦你徛我过来一边啊吼。我安尼啦，我想一个办法的啦。阮讲，先长，我踮咧遮吼，代替阮阮公，甲你讲一声对不起。别客气。先长，安尼哦，阮讲，我代替先长踮咧遮甲你讲失礼。安尼我就爽快。安尼会用的吼，好好啊嘛。当然好好啊，伊甲我回失礼，我当然爽咯。既然有你代替甲回失礼吼，安尼我就接受啊。拢真够，拢真够。哎呦，安尼才对啦，安尼就是咱八仙内底再团结啦。这算起来吼，是大哥你较是较厉害啦，你要用这个方法互因好好，协作圆满。大哥配合配合。恭喜两位大哥脱离苦海，唔免搁来冒石头咯。那即摆代志拢解决得遮尔啊圆满，等下哦，转来厝诶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对，大家来啉一下不醉不归啊！大家招转来厝内面吼，甲啉一下，互伊爽快啊，爽快。赞！好啊，你这地哥变得好厉害。